中天新聞出名的主播林新佑外號馬德，因為牽涉到強諜案，即賣封收押。周刊來壓料，講馬德利用電視台的資源做中國要求的節目，所收的錢攏囥入家己的褲底啊，可能佫牽涉到背信罪。你抓我啊！你把我抓起來，你現在就把我抓回去。外號馬德的主播林新佑竟然牽涉到強諜案，檢方發現伊收中國的錢做節目。鄭麗文這一番話直戳賴清德的心臟。鄭麗文今天想說要來見這個習近平，就被扣紅帽子，就有事情。攏為電力文，這是去年11月所播的節目《馬德有事嗎》？依照周刊的報道內容是中國方面指定的內容，又講收10萬塊。我也實際的當面的來求證陳亭妃。我不知道呢，您的印章我不知道呢，這個印章一定是不是我簽的啊。另外，今年1月正是台南市長初選的時，中國方面嘛指定講愛講陳亭妃敢有牽涉到關稅案件。周刊報講，檢方調查馬德甲大號吉祥的中共的人事對話內容，統戰單位要求佇節目中攻擊台灣政府甲立營政治人物，直接收中資5萬到20萬，案件分2種，指定型由中方面提供完整的題目做攻擊，自由型5萬塊愛符合中國的立場。可是問題是，之前大家都在討論的都叫做法庭直播，然後現在司法院跟你玩文字遊戲啦，你那個叫公播，不是叫做直播。像去年10月節目中討論郭文鐵法庭的直播變成事後的爆出，根據了解，伊收5萬塊。馬德除了可能會違反背信罪之外，也可能會違反《兩岸人民關係條例》，任何人在未經許可之下，不得與大陸地區之具有政治性機關進行任何形態之合作，最高可處500萬元之罰鍰。利用中天電視台資源做節目，私底下收中國的錢，可能佫牽涉到背信罪。針對這點，中天佇1個月前無回應，強調繼續在追查，要阻止中國的資金操控台灣。Hello， 我是張新文，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